將線喺左手食指上邊翹2個圈，然後慢慢咁樣將個環取出嚟。左手持線，用手指公同埋中指握住個環，右手握針，將針穿過個環，然後慢慢咁樣將線勾出嚟，轉動勾針，掛線，將線拉穿過個線圈。而家我哋會喺個環上邊勾織6個短針，將勾針穿過個環，轉動勾針，掛線，拉穿過個環，再轉動勾針，掛線，拉穿過2個線圈，完成1個短針。而家環上邊有6個短針，喺個環嗰度有2條線，之後我哋就會拉動線尾，然後留意邊一條線喺度喐。呢一條短咗嘅線喐咗，之後我哋就會拎住呢條線，靠近線尾嘅方向拉。另外一條線拉緊咗，然後我哋會拉線尾，個環收緊起嚟。將勾針穿過第1個短針，轉動勾針掛線，將線拉出嚟，拉穿過個線圈，完成咗環形起針同埋1行短針。